大家好，我是杨无敌。今天呢是星期六，利用周六的休息时间呢，给大家录制一个周复盘总结。在录制周复盘总结之前呢，我想讲一下的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小故事。在10年前呢，大约在10年前呢，我跟一个老者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在下象棋。在下象棋这个期间的话，我是连赢了3盘，他连输了3盘。最后我因为有事情想要走的时候，老者拉着我的这个胳膊不想让我走，想要再陪他下了几盘，然后我连输了3盘。面对这连输的3盘，其实我是故意输给他的，因为如果说我不输的话，这个气氛呢活跃不起来。同时，如果说我不输的话，我也短时间内离不开，然后他还得找我。所以说，为了摆脱这个困境，我就连输了3盘。所以说，会下棋的人一定会输棋。而且我也认为，现在的财经自媒体这个行业，包括整个自媒体这个赛道，这个风口，我认为已经过去了。这个风口过去以后，剩下的那些财经自媒体的很多博主，最多的也就是所谓的苟延残喘。所以说，我会在下一个风口等待着你们。说完了这方面的问题之后的话，咱们言归正传，说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消息面。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消息面，在我看来的话，在昨夜的时候，在美股市场开盘之前，绝对的是利好消息，因为大洋彼岸表达了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表达了用200亿解冻小朗子方面的200亿美元，然后换取这个伊朗的高浓缩的油，然后交给第三国，运出伊朗的本土。这些消息落地以后的话，造成了整个美股市场方向3大指数集体迎来上涨，纳斯达克指数13连阳，也造成了昨夜整个黄金方向迎来了一个早高，一度上涨幅度达到2%，白银一度上涨幅度达到4%。但是在这个盘中，美股的盘中，包括于整个黄金和整个白银的盘中，又迎来了利空消息，也就是小朗的方面的议长表达这个浓缩铀的事儿基本上是子虚乌有的。包括这个还有一个方面表达，就是海航一些这个分析师表达，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没有恢复到最开始的这个原状。这2个消息落地以后的话，造成整个贵金属市场方向集体迎来了一个跳水，然后整个原油方面迎来了一个探底回升。具体要看接下来在下周3之前，毕竟停火协议只到下周3，如果说下周3方面没有谈成的话，有可能会恢复打击。现在所有的投资者就要赌，就要押宝，到底是恢复打击还是谈得好了，接下来全球的股票市场有进一步上涨的可能性。其实在我看来，现在纳指方面的13连阳是极其不理想的，包括现在纳指方面的13连阳，在我看来的话是极其不正常的。面对这种极其不正常，我认为这种拉高出货有可能是在有人着急正在出货。我认为接下来重新恢复到打击，比再重新恢复到谈判桌的可能性要大。所以说我赌的是重新有可能会迎来一个打击。但是现在股价，无论是大洋彼岸还是咱们的股价，现在正在完全走的是所谓的和谈和平。接下来呢，咱们结合一下 K 线图形给大家讲解。这是整个上证指数的 K 线图形。面对整个上证指数的 K 线图形，可以说这波调整从4200点一口气调整了3800点，调整了将近有400多个指数点位，跟当年3700点和3300点那400多个指数点位的大相比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然后在这一波反弹当中，可以说反弹的幅度已经超过了50%。如果说反弹到4000点的话，如果说打不上去了，就应该迎来希腊式级别下跌了，或者是20探底了。但是并没有，还在往上走，现在已经牢牢站稳了4050点。因为利好消息，包括在昨夜富时 A50 方向和整个恒生期货指数方向都迎来了上涨，大概率因为美股市场外围上涨得非常不错 ，A 股上下周有可能会迎来一个高开，高开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了。至少现在从全球股票市场的一个反应预判，有可能接下来的谈判有可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在之前我给大家讲很多技术面的一些经验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说反弹达到50%的终结的话，那只是反弹；如果说反弹的时候超过了50%，那就不是反弹，而是反转了。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规律一般情况下在实战中至少成功概率能达到70%到80%。所以说反弹在技术面上一旦超过50%的这个空间，大概率就不是反弹，就有可能是反转。即便在技术面上总结有的经验规律那么多，但我依然坚持2次探底。所以说，面对接下来走势里边，我认为整个这个上证指数方向大概率明天，也就是在下周一，口误不是明天，在下周一有可能会有一个高开。面对全球的技术面，至少是向上的。面对这个向上，我想插一句嘴啊，即便全球的金融泡沫现在此时此刻没有戳破，但我认为戳破的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个戳破的中间，一定是全球的财经博主、财经这个赛道有关的所有人的发言都是向着牛市的，因为股价在往上走。大家要记得，一旦你发现一个事情顺消息、顺情绪，然后还能让人在短时间内挣到钱，你就发现你一定被洗脑了。也就是现在全球的财经博主都在不断的给全球的散户正在洗脑，然后巴菲特本质上是全球内幕信息知道人之一的人，正在持有大量的现金。所以说，现在全球的股票市场依然都在牛市当中，依然都在不断上。但是我想表达，面对全球最知道内幕消息的人都在持有大量现金，你也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让全球的财经博主在这个牛市的狂欢中，然后在你挣钱的狂欢中，把你一点点带进坟墓。因为他无论是他主观的，还是无论他是被动的，还是因为他判断对了市场，无论怎么样，我认为在这个牛市这阶段都会经历一波洗脑，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大概率都会经历一波洗脑。无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美债次贷危机，还是2015年那波牛市的崩溃，杠杆牛的崩溃，在我的眼里边，本质上都会经历一波洗脑，而且散户会心甘情愿的跟着那些能够在财经博主里边、赛道里边发生的一点点被他们洗脑以后，非常安静的、开心的自己走进坟墓，然后亲手关上棺材。这基本上是每一个历史周期的规律，基本上人类在历史当中就是没有吸取任何的教训，人类在历史上吸取教训就是没有吸取任何的教训。所以说我依然站在巴菲特那一身边，依然要保障充沛的现金流。而接下来的股票上有可能下周依然会上演狂欢，至少在下周三的面前，如果说真的谈成了，大概率整个 A 股上将奔4200点，如果说谈不成，将二次探底。我本人更偏向于二次探底。对于今天的复盘视频呢，就给大家总结到这里边，咱们明天再见。